瓊瑤離世4個月，將迎87歲冥誕，家屬做了重要決定。記者黃思穎台北報道，瓊瑤去年12月4日在淡水住處偏然離開，享壽86歲。瓊瑤羽化一轉眼4個月，4月20日將迎來87歲冥誕，家屬在臉書宣布將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全世界第一場重要的瓊瑤展覽，跨世紀風靡華文世界愛情文學繆斯瓊瑤我的故事紀念展。其中2023年由孫女插畫家陳可嘉繪成的致敬之作，也提名為窗外，祖孫心血之作將一起展出。瓊瑤的臉書於她離世後，由家屬繼續經營，今晚發佈將舉辦瓊瑤離世後全世界第一場展覽。時間過得很快，阿姨化為雪花翩然飛向星河，一轉眼已經4個多月。春天也來了，馬上再過1個星期就是阿姨的生日。文中提到瓊瑤用一生的筆墨心血，形塑了整個華文世界對於愛情、勇氣、希望和夢想的重要風貌。她的故事陪伴了無數人在不同人生階段中，如今她的文字猶在，讀者猶在，我們也希望那份火花般的熱度也一直都在，因此在瓊瑤冥誕前舉辦了瓊瑤文學影視回顧展覽。展覽將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的典雅氛圍展出，展出包括瓊瑤文稿手跡經典影像、作品年表與精選語錄。展覽能夠重聽瓊瑤的聲音歌曲，再次踏入她的文學影視世界。瓊瑤的文學留下大家都沒想過的外語譯本，包含煙雨濛濛英文、韓文、越南文、丹麥文、泰文的還珠格格以及日文的還珠機，還有2本萬分珍貴的日文版書籍，一本是我的故事，還有一本就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也都將於展覽展出，展期為4月13日至5月11日。